即係埋個地圖開始。好，搞掂。咁啊，沿住個摩士公園行個圈先啦，順便諗下有咩行。今日嘅天氣嘅唔錯嘅，今日天氣都見到其實有少少雲，都有啲藍天。係啦，各位好早啊，8點鐘就可能準備返工啊。問多句，咁啊全程早晨精，早晨精。今日有少少特別嘅地方，就在於我喺我係冇乜目的，即係冇乜呢個主題嘅，就喺個黃大仙區裏邊咧，咁樣去遊走啦，叫做遊走。咁而家身處嘅地方喺摩士公園啊，今日天晴，小雲。跟住人哋嘅晨運啊，咁樣緩步跑嘅地方，咁樣行一個圈仔咧，食咗早餐啊，食咗嗰啲豬骨嗰啲類似嗰啲叫做谷類早餐嗰啲咁啊，食咗豬骨嗰啲圈圈之後浸奶食嗰啲早餐啊，屋企自己搞嘅。一個輕便嘅早餐咧，前面就係黃大仙下村，上邊就係上村。摩士公園，我諗大家最有認知嘅話，如果有玩 Pokemon Go 就係嗰個迷你龍嘅一個巢啊，迷你即係企寶龍未進化之前，咁Pokemon Go 一個以前一個幾熱門嘅地點嚟嘅摩士公園。你行高啲嘅地方嗰個景觀會唔會好啲咧？試下先。其實呢個地方而家8點鐘啦，呢個地方就同出邊一路啲人返工啊、咩等巴士、等車嘅畫面咧，都有啲對比。呢度啲人都幾輕鬆。嗰度晨運，外邊嘅可能搭巴士啊，咩塞地咩逼地鐵啊咁樣嘅返工嘅時候嚟嘅。